弟弟中浪想吃啥？我里向高祖母的闲话随着圣旨，儿子的闲话随着皇帝的神一代金宝。吃米出发。杀戮新开的肉炉村素食面馆，应该问开张的，吃客基本上侪是烂手嘴，游客但是不多。厨房透明化，立辣外头看得清清爽爽。店里的招牌就是那个弹珠大牌，看看那个天才阿大，高低线毛的关子，汤底侪是真材实料。外头是吃面，里向摆香可以吃手帮菜，地地预定。哦哟，阿海吃？啥？告诉吧，排骨来着，我只水水蛋算大个子，比一块排骨。哦，倒比我子，还是来尝尝看打个红汤面。我现在减这么多价钿子，真的合算个，10块头一块排骨，加一个汤底，加一个面，18块。尝尝一个排骨。也是香，也是菜，也是酥，年纪大的肯定也爱得呢。一般店装修也是来高钿啊，别个那个面搭街头毛，那个价钿是真的不算贵。所以讲开支1个多的，店里向侪是回头客，侪是烂手嘴。搿主播来尝尝看。太什么？我以前面店里分吃到过10块多的排骨。尝尝看一个酱鸭，吃面的。地口一份22块，下个礼拜要到外婆来尝尝，那个地口的酱鸭你肯定欢喜吃。今朝本来要到外婆来的，赖太太去唱平台，85岁回演出了，发挥余热。5分钟光盘，告诉吧，其实你2高头2碗面，点1份排骨就可以吃，大白走起，不能浪费。面切好，